第8條，假設 x 喺0度到20度之間 ，A1 咧就叫你證明 tangent 4x 乘 tangent 2x 等於 cos 2x 減 cos 6x over cos 2x 加 cos 6x。嗱呢度咧，其實你就可以用翻咧喺呢份試卷開頭俾嗰啲嘅 sum and product 嘅 formula 去幫你做啲轉換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試下由左手邊做起啦。咁左手邊咧就係 tangent 4x 乘 tangent 2x。呢度咧有好多同學咧就聯想啦，係想用 double angle formula 咧，嗱我哋就唔建議，因為啦你一出 double angle formula 就會有啲次方出現。咁由次方出現之後，你要整翻走啲次方咧就難度高好多，所以我哋就反而就會係諗得單純一啲，就係用翻 sin 除 cos 咁樣嘅。好啦，咁有咩好處咧？咁分子咧就係 sin 4x 乘 sin 2x， 咁就可以用翻嗰個 product to sum 嘅 formula， 就寫成係1/2 cos 呢兩隻角相減，然後再減 cos 嗰兩隻角相加。呢個分子到分母啦 ，cos 4x 乘 cos 2x 一樣 product to sum 嘅 formula， 就俾1/2 cos 4x 加 2x， 然後加 cos 4x 減 2x。咁呢兩個二分一約走咗。剩翻咧就好靚啦，就係 cos 2x 減 cos 6x over cos 6x 加 cos 2x 啦。咁分母兩個加數可以調位嘅啫，咁亦都即係 cos 2x 減cos 6x over cos 2x 加 cos 6x 啦，咁等於 right hand side A2 啦，就要證明 tangent x 除 tangent 3x 等於2 cos 2x 減1除2 cos 2x 加1。好啦，咁我哋個做法都係類似。又係由 left hand side 做起，又係啦。有啲同學咧，佢嘗試咧就係將呢個 tangent 3x 咧用個 triple angle formula 變翻做一啲同 tangent x 有關嘅嘢，咁個難度就會高咗，因為又係啦，你製造咗一啲2次方甚至3次方嘅嘢出嚟。咁我哋都係回歸基本步啦，用翻 sin x 除 cos x 呢個招數。但係 tangent 3x 喺分母啊嘛，所以啦你就醒目啲啦。如果將佢調翻嚟分子嘅話咧，就係 cos 3x 喺分子 ，sin 3x 就喺分母啦。咁呢個時候咧又用翻呢個嘅 product to sum 嘅一個原理，分子 sin x 乘 cos 3x 就變咗係1/2 sin x 加 3x。然後加 sin x 減 3x 到成個分母啦。cos x 乘 sin 3x 就係1/2 sin 3x 加 x 再加 sin 3x 減 x。咁兩個二分一約走咗啦，你就會得到 sin 4x 減 sin 2x。留心啦 ，x 減 3x 咧係負 2x 啊，咁所以 sin 負 2x 咧個負咧就出咗嚟啦，負 sin 2x 啊。到分母就都係變做 sin 4x，再加
sin 2x。好啦，咁你會發覺到啦，全部 sin 嚟嘅喎。咁個 cos 點出現嘅咧？咁樣樣，咁我哋就用另一條式啦，就係呢一招 sin 2 theta 咧，就係2 sin theta cos theta。所以我哋就將呢個4x 咧，就考慮成為係兩個 2x， 就會變成係2 sin 2x cos 2x 減 sin 2x 響分子，到響分母啦，就會係2 sin 2x cos 2x 加 sin 2x 啦。呢個時候咧，個 sin 2x 咧，你都知道可以咁抽出嚟㗎啦。sin 2x 括弧兩個 cos 2x 減1，然後 over sin 2x 兩個 cos 2x 加1約咗，所以就會變咗係兩個 cos 2x 減1除兩個 cos 2x 加1，咁辛辛苦苦做到等於 right hand side 啦，搞掂。跟住 part B 就話啦 ，hence 即係一定要用翻上面嘅結果，證明 tangent 20度乘 tangent 30度乘 tangent 40度咧，等於 tangent 10度，就講明唔用計數機。嗱，其實 A1 同 A2咧，佢俾你嘅 tips 都幾明顯㗎啦。tangent 20度乘 tangent 30度乘 tangent 40度，咁你可以咧將 tangent 20度乘 tangent 40度擺埋一齊先，咁就變咗乜嘢啊？就係用翻 A 派結果變成係 cos 20度減 cos 60度，再除 cos 20度加 cos 60度，當然啦，仲有個 tangent 30度喺度啦。呢度咧就好明顯啦，by A1。跟住點樣變落去咧？嗱，有個小巧妙嘅 cos 60度咧，其實就係1/2，所以你寫得學，即係 cos 20度咧就照寫。後面啦，減 cos 60度咧就變咗減1/2。仲有個 tangent 30度，繼續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分子分母乘2咯，擴分啫嘛，就會變做係2 cos 20度減1，再除2 cos 20度加1。好啦，望下呢個格式啦，呢個格式其實咪就係 A2 咯。A2 嘅右手邊咯，所以就將佢咧就直接右邊啦，將呢嚿直接變咯，就變成係 tangent 10度 over tangent 30度，後面就有個黑色嘅 tangent 30度嘅，咁呢個咧綠色呢嚿點嚟嘅咧就係 by A2。好啦，一樣搞掂，剩翻 tangent 10度。因此直接寫個結論啦 ，tangent 20度乘 tangent 30度乘 tangent 40度咧，就係 tangent 10度啦。咁成條數就做完啦。